刚才来关心天气，今日咱继续受方面的影响。严格方面的结构较散，主要的对流发展是伫海面上，所以陆地雨水就无遐高。咱同齐来看云图。对云图会当看到，今日咱各地同款也是有机会会当出现短暂阵雨，也是局部雷公雨。尤其伫过昼了后，因为热作用的关系，对流会较旺，落雨就会较明显。爱设置伫东半部、西部山区，有机会会出现局部大雨。明仔载方面就会豆豆离开，雨水就会较减。另外，嘛要提醒乡亲，4月初到呾有真侪地动尾，造成山区的土石拢较松软，加上最近搁在落雨，所以若是要挖进山区，就要注意安全。温度的方面，北部宜兰花莲日时的高温是26度至28度，其他所在今仔日高温有29度至31度。另外，伫马祖云加熬大风会影响能见度。马祖有出现能见度无到200公尺的现象所以嘛有可能会影响到飞行机帮和船帮。